这位大姑，且来喝一杯。我听说一壶葡萄酒在前朝可以买一个凉州刺史，想不到今天竟然喝到了。这在西域不算什么。如何？唯美人美酒不可辜负也。我这样的美人，西域遍地都是。看来仙奴那边谈成了，我们是不是该赶回洛都了？哎，你可答应过，想办法把我也弄进西征军的。不急，都来到这儿了，总得回家看看吧，顺便再找几个帮手。帮手？什么人啊？教我剑术的人呢？